今日台南咸水的观光美食城，香港讲的咸水意面，通介绍亲民的猪头饭，是一定爱食的美食。正真遮的生意非常的好，29个单位拢有营业。毋过即马只剩7间老店。人客吼，算讲即马假日吼来咸水佚佗的人会对遮过来，其他就是因为生意无介好，所以一搭拢一直都无做这店面啊。我们这个老大，当然以我来讲，至少掉了大约50%，剩下一半的生意而已。年纪渐渐大了啦，就讲诶，加减啊卖啦。咸水观光美食城原名是点心城，伫104年改建，原本打算带动地方观光，却发现平常时拢无游客。店家讲，虽然假日时会有一块人潮，毋过主因也是即卖的消费形态改变，希望政府相关单位加强行销辅导，地方才会当发展。即卖年轻就是我用行动餐车，我行到底袂到底。这种传统的物件就是，你就是爱去受教，爱去顾你的口碑，互客人食了会合，以后家会倒想要来找咱，一步一脚印去经营的就对啦吼。也做点心城的自治会，大家是毋是会当来做一个合作？所以看大家会当加强沟通，看会当提出一个达到一个共识。市府经发局市场处表示，伫即款的大环境之下，想要提升咸水观光美食城的人潮，周边敢会当搁开发搁较侪新的景点，拖商甲当地商圈加强合作，拢是关键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